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馬圈花生。咁喺今條片呢，我係想同大家探討下見習騎師嘅制度嘅。咁呢排喺 IG 啦、Facebook 啦，唔同嘅社交平台都見到馬會咧喺度推廣緊呢個見習騎師嘅計劃。因為新一屆咧又開始收人啦，咁你見到話有黃寶妮啦、黃志雲啦、何澤堯啦、威哥呂健威啦、鐘奕禮啦、告東尼呢啲都叫做騎校嘅招牌嘅咁就一齊做 promote 宣傳招募緊咧呢個賽事見習學員嘅，仲有2日就截止噶啦我冇收廣告錢噶 OK 嗱，無可否認騎校成立咗咁多年，梗係有大把嘅人才係騎校培育出嚟噶啦，係嘛？但係與此同時咧，近年呢一個見習騎師嘅計劃亦都好有爭議性。我諗大家都知道個爭議點喺邊度。咁呢條片咧，我係想同大家睇睇最近有一位見習學員咧係翻咗嚟香港，咁但係仲未獲發牌，反而咧佢又要繼續出去 train 喎。呢一位咧就係而家25歲，早過阿黃寶妮出去海外受訓嘅袁幸堯啦。嗱，大話咧，唔計呢一個嘅本地受訓，唔計從化受訓，齋計佢喺紐西蘭同埋澳洲、南澳啦，又係佢 train 咗接近4年，依家咧都換唔到一個見習騎師牌照，要再去另外一度受訓，係咪真係有牌啊？其實都冇話一定有嘅。咁呢條片咧，雖然我想同大家睇睇，比較下啲師兄師姐以前係騎幾多場、幾多年就可以翻嚟跑呢？咁究竟係咪喺出邊越耐就代表嚟到香港個發展會好啲呢？騎技有進步咗呢？咁樣我哋一齊睇睇啦，好嘛？嗱，首先咧想同大家介紹下袁幸堯呢一個女見習學員嘅。其實佢早過黃寶妮咧被派出去海外度受訓，咁佢都係先去南澳嘅。嗱，黃寶妮係2022年嘅2月去啦，佢咧就21年12月嘅，早幾個月到啦先去南澳，跟住上年咧其實佢係翻過嚟嘅，咁點知係因為個簽證問題，佢要翻嚟啦，去咗紐西蘭。再被安排去紐西蘭，去咗1年左右咧，啱又翻嚟啦。咁啱翻嚟嗰陣咧，啲人見到佢晨操係幫阿輝哥姚本輝操馬嘅喎。咁我見阿輝哥都俾好多馬佢操，同埋阿輝哥俾佢嗰啲馬咧，唔係話一啲特別易操控嘅，好似嗰隻快樂老窩咁樣，嗰一隻咁重口嘅馬咧，佢夠膽俾佢操啊！咁即係輝哥都對呢一位女見習學員係有啲信心啦。然後咧。佢操成點咧？我覺得佢留得隻馬幾順嘅，算係咁嘅啦。首韁繩係唔錯嘅。好啦，依家咧就係話佢有機會咧又要再出去咯。今次咧係去南非，好似話 train 多半年咁樣咯。咁總結咧，其實佢喺出邊咧贏咗71場馬，跑咗接近800場啦，789場。25歲今年，假設 train 多半年，即係下年見。26嘅嘞喎，咁睇嚟係想 train 到佢變杜婉欣咁樣係嘛？好似杜婉欣啊、賈傑美嗰啲，哇都真係用心良苦啊！望埋佢啲師兄師姐，我哋比較下嗱，好多人咧都將個矛頭指向咗騎校校長陳念慈。咁事實上咧，其實佢20年前2006年喺佢上任初期嘅時候咧。嗰批嘅騎師到而家都跑緊噶，你哋知係邊個噶？梁家俊啦、楊明倫啦、蔡明紹啦、何澤堯啦，08年啦、10年出道。其實嗰陣咧，佢又冇要求嗰班嘅騎師喺出邊操好耐，要 train 好耐嘅。嗱，譬如話大師兄梁家俊、楊明倫，現任都比較資深嘅畫將嚟嘅。兩位出咗去13個月左右一個13個月，一個14個月。楊明倫13個月入邊跑咗130場頭馬，咁贏咗11場嘅，主要係喺澳洲嘅黃金海岸同埋塔斯曼尼亞。梁家俊呢就跑咗14個月，110場馬，贏咗7場，喺紐西蘭度 train 嘅，嗰陣係跟蘇利雲。嗱，數到最犀利嘅就一定係蔡明紹，真係誇張啊！08年嘅5月出賽跑
喺澳洲嘅黃金海岸跑咗7個月翻嚟發牌俾佢喺香港度跑7個月，佢同年12月翻咗嚟。咁佢喺黃金海岸呢，贏咗26場馬。嗱，佢好多馬跑嘅，有成237隻馬跑。你計翻條數咧，好似同阿梁家俊有啲唔同嘅，即係梁家俊跑咗成超過1年，都係得百零隻馬跑，楊文倫都係。但係阿蔡明紹唔知係咪因為嗰陣咧佢成績又特別好啊，所以咧就好多練馬師都主動俾馬佢跑啊。咁呢個就際遇嘅問題啦，同埋都係要靠自己。其實如果你喺啲下風馬度，即係冇乜馬跑嘅時候，你都有出色嘅表現。當地嘅練馬師見到馬主見到，自然就會有支持俾你噶啦，係咪啊？當然啦，呢支歌仔喺香港就唔係好 work 咯。OK， 你睇下無顯東就知啦。好啦，唔好扯咁遠。嗱，再望埋阿何澤堯，咁佢喺出邊又係騎咗1年有多嘅啫，喺紐西蘭度騎咗342隻馬嚇，咁啊贏咗44隻。咁梁家俊又好，楊文倫又好，蔡明紹又好，何澤堯又好，全部都係唔係18歲出道，即係蔡明紹18歲啊，好早啊。楊文倫、梁家俊同埋何澤堯咧就係20歲出道嘅啊。咁你見到其實開頭咧都唔使出去 train 咁耐嘅喎。咁去到幾時有邊幾位又真係誇張咧？我哋一路望嗱，細潘都唔係耐嘅，細潘咧出去17個月啊，哇好犀利嘅，真係火車潘，真係火車潘，贏咗超過100場馬，犀利嘅細潘又係。咁又唔係騎得耐啊，好快翻嚟啊，17個月啊，唔耐嘅。嗱，邊個耐啊？有2個特別耐嘅，為你介紹下嚇。一個咧就係阿陳嘉熙啊，最耐係佢喎，出咗去啊47個月，即係挨近4年啊。咁佢去咗紐西蘭同埋南澳，跑咗超過1000場馬，1072場啊，贏咗100場，24歲出道。咁呢一位仁兄咧係畢唔到業嘅，最後 OK 係少數近年畢唔到業嘅見習騎師。咁第二個係邊個呢？黃俊呢，又係第2耐噶啦，出咗去45個月，又係挨近4年，騎咗1045隻馬，咁佢又贏咗119場啊！喺南澳騎咗超過呢個3年啊，接近4年。咁黃俊咧都畢唔到業嘅，當然黃俊後尾係因為墮馬嘅意外爭啲，連命都冇埋嘅。咁當然個師傅都好緊要啦，黃俊跟阿老廟啊，真係唉窄啲啦，係咪啊？唔好扯咁遠，翻嚟先。所以話你好似陳嘉熙、黃俊出去跑咗成1000場，浸咗4年啊！你見到佢騎功喺嚟香港初期有一個好明顯嘅優勢咩？我真係見唔到啊，係嘛？咁之後佢哋個成績亦都未如理想啦嚇。咁為乜要浸4年幾啊？就算啊，我哋當蔡明紹同埋潘榮輝啊有天分啦嚇，周俊樂都有天分嘅。咁周俊樂嗰陣就因為阿盧景陽無啦啦隔離嗰陣出咗去跑步，就俾人收翻個牌啊！臨時臨急叫佢過嚟嘅咋，係嘛？咁佢出咗去跑1年啫嘛，咪又係得喺香港係咪？而家都幾好啊！望埋鍾易禮啊，望埋黃志雲啊，佢哋出咗去都唔係好耐嘅啫嚇。對比之下，2年左右啦嚇，2年鬆啲啊。咁鍾易禮、黃志雲喺開頭咪俾人鬧到飛起，係咪先？咁你鍾易禮上年開始咪越騎越好咯，黃志雲呢一排咪騎出個信心嚟咯，係嘛？即係佢哋個天分就唔算話特別好嘅，但係靠香港一個咁激烈啊嘅環境啊，佢哋可以喺潘頓啊、布文身上啊，即係攞到應該學嘅嘢啦，有啲唔應該學嗰啲唔學，係有一啲好嘅騎師俾佢哋做借鑑。咁我試問聲，你喺嗰啲鄉村馬場、南澳，成個澳洲最低水準唔係西澳就南澳嘅，即係喺呢啲地方鄉村馬場，你學到啲乜嘢呢？究竟有咩叻嘅騎師喺嗰度跑呢？我想問。黃寶妮啊，喺南澳浸咗咧，挨近3年嘅，佢嚟到依家跑咗成季，馬會都唔夠膽俾佢跑馬地嘅，咁你諗下咩事啊？係咪先？所以話有一句説話咧，永遠都冇錯，有競爭先至有進步。有競爭嘅話，你個鬥心有，同埋你可以學下其他叻嘅騎師點樣跑，喺實戰度觀察，然後先會開竅噶嘛。嗱，所以咧，我作為一個門外漢，一個行外嘅人啊，我絕對唔識騎馬嘅，嗱，冇呢個資格嘅，我只係睇數據嘅啫。容許我咁樣講就係話，天分好嗰啲，好似蔡明紹、周俊樂，咁唔使衝咁耐嘅喎，早啲翻嚟都得。
靠後天嗰啲咧，好似黃志雲啊、鍾逸禮啊，咁早啲俾佢翻嚟香港度跑咧，反而學得咧會快啲喎。咁天分再唔好嗰啲咧，浸幾耐咧都畢唔到業噶喎。咁究竟浸鹹水浸咁耐為咩呢？不過佢哋都算好彩噶啦，有一啲浸完翻嚟都係做騎馬人噶咋。今次嘅特輯嚟到呢一度，好想同大家留言去再傾下，你哋點睇呢個見習騎師制度，同埋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俾翻個 like 點讚去支持下我嘅頻道。